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3个境外病例，学生嘛特别注 BNT 疫苗，指挥中心提醒特别注意心肌炎的后遗症。高雄桃园的民百克路桥变道，因为风台土石流又搁毁掉，内行大东段16会当先通车，变道20会畅通。北韩前2天成功试射新型1500公里远的远程飞弹，日本大部分所在拢伫飞弹经过的范围。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新北市佮桃园市拢有1例，佮有3例境外病例。另外嘛要开放国内民众的外国看守佮未成年的子女，会使申请入境咯。学生嘛特别开始注 BNT 疫苗，指挥中心嘛提醒哦，要爱特别注意心肌炎的后遗症。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2例，那1例在新北，1例在桃园。那境外移入的有3例，那死亡个案没有哈。然后另外呢，有关于我们会开放国人外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边境严管期间申请入境。那3505人的采检情况，有3502人已经采了，那3个还待采。那已经采的里面，目前有结果出来的是3233名是阴性，那阳性是25名，那检验中的有244名。接种 BNT 疫苗后，这个心肌炎跟心包膜炎的发生病例，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14天之内。但是我们在打了这个 BNT 疫苗以后，28天之内如果出现疑似心肌炎的症状的话，应该立即就医。第一个胸痛，第2个心脏乱跳，第3个呼吸急促，第4个运动耐受不良，第5个晕厥。咱来看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事件，为着病人数佮继续的增加，学者是认为讲，伫2礼拜内底会佮陆续出现确诊者，关市政府爱赶紧扣人，嘛爱赶紧采检，嘛呼吁民众有排着什么疫苗，就爱赶紧去做。新北幼儿园群聚事件引起各界关注，有学者观察就发现讲，这个群聚案有确诊者的 CT 值真悬，代表病毒量低，显示早就已经感染一段时间啊。因为 Delta 病毒有3个特性，包括无症状、病毒量悬、甲稳定胃团的特性。估计这波群聚感染，伫2礼拜内也会出现确诊者。Delta 病毒，我想在过去经过演化之后，它的传播力是阿尔法病毒的增加60%的传播力。它最大的特性是它这个会有无症状的这个高病毒量的隐性感染链。虽然它不会造成社区的大流行，可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过去的隐性感染链传播接触之后，可能还会存在。学者表示，幼儿园的幼囡仔要遵守甲喙暗挂好，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规范是有较好。就算政府用人流管制提升到3级警戒，嘛无一定有法度来阻挡病毒。学者认为讲，中央应该要补助民众居家快筛，鼓励民众维持快筛的惯势，才会当避免防疫警戒搁爱有限。也若外界真关心讲，幼儿园群聚案的感染源，敢是境外移入个案的埃及爸爸？专家认为讲，即马感染源不明的个案增加，国内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找源头已经无真大意义啊。现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是 Delta virus， 所以传进来的几率本来就会有。那至于 IgG、IgM， 当然就是说 IgM 是近期感染 ，IgG 是感染一阵子，但是光从一个人或少数的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判断感染源。徐信如表示，在各国确诊病例数要真悬的情形之下，大家应该爱用甲病毒共存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群聚感染的案件。嘛，呼吁民众若有排着注疫苗，就要赶紧去注射，避免为着变做是重症。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对翁仔某为着病甲新北市幼儿园烧话事件有关系，先生先为着病，太太嘛验着病毒，嘛考出31个人居家隔离，即马嘛要等待采检的结果。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拖甲桃园一对翁某确诊。除了12公布幼儿园学生家长，伊的同事一条197例，考了6个；13个公布伊的太太，一条199例确诊，佮考了25个居家隔离 ，PCR 检验当中。该夫妻的生活较为单纯，那足迹也很明确。
那一共匡列了31位，再进行裁剪。我们必须要采取最快的速度，那严格的标准。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任何一个群组感染事件，拢无可能只是单一县市为范围，跨县市合作是必要的。尤其是疫情资讯的分享，愈早知影，就应将每一条球接好。针对新北市幼儿园群组感染，桃园也加强幼儿园健康管理。幼儿园必须进行分班的授课，那不做混班，也不做全员的共同活动。那如果一旦有这个发烧，就是停止到这个入园上课。市长郑文灿强调，Delta 病毒传播的速度真紧，爱将压时后及时疫调，可得隔离。另外，Delta 病毒有时阵接触期较长，爱真侪摆采检，以严格标准可得。防疫网爱较严，才能有效建立社区防线。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幼儿园的群组感染嘛探到邦桥一个社区大楼，B栋的住户已经全部拢刷到集中检疫所隔离了。另外一栋有473个人，必须爱自主健康管理哦。指挥中心嘛答应讲要先帮住户来做 AZ 疫苗，今仔是先拨300剂，要分2个时段伫社区注射。全副武装进入大楼内底清消。新北市幼儿园群组感染探到邦桥一个社区大楼，B栋住户已经清空全部隔离，A栋有473人自主健康管理。中央当局为 A栋住户做 AZ 疫苗，提拨300剂，2个时间伫社区大楼大厅来做。卫福部医护会执行长王必胜特别到现场关心做疫苗情形。有一部分施打过，所以我们抓宽一点，大概抓300剂。暂时没有考虑第2剂的问题，因为第2剂比较复杂因为第2剂不晓得他打的是什么样的疫苗那这个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时间有没有到。针对社区大楼住户，目前规划做第1剂疫苗为主，暂时无考虑第2剂。第2剂还佫研究，即摆做的对象无包含已经做第1剂甲18岁以下未成年住户。一定要打到完。如果打到完的时候药剂不够，我们也立即会跟中央马上反映。A 栋已经施打了，未来 B 栋隔离完一样要安排施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一通知，可是人数还好，都还在控管当中，有很多都打过第1剂疫苗。台北市12增加一个本土个案，是10外岁连锁素食店的员工。素食店12开始停业3天，到清消，15恢复营业了后，停止内容11天到2日。感染源要来调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伫面册表示，个案实体值高达37，可能甲上山区高中生16179例同款已经是得过，而且产生抗体的残容。社区当中可能也有同款的案例无被找出来，希望应赶紧找到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汉光37号演习，今仔开始连续5天模拟解放军攻击台湾。位伫台北大地的衡山指挥所是最高指挥中心，也毋过说传出讲伫汉光演习进前指挥所伫初10发生火灾，状况是真紧张。国防部是表示，是因为外包厂商的时间无注意导火，也毋过指挥所无受到影响。透早6点，空军成立基地换上2000战机，接到指令准备升空。因为目的地是花莲嘉山基地，特地注意是挂在俗称法国面包的电子情报诊所夹层，是真罕见。诊所距离80公里，用侦察特机或者是防空雷达的电子参数。早起9点半左右，伫嘉山基地因看到幻象2000 C130运输机陆续到位，其他亲像 F16V、E2K、P3C 反舰机也拢飞去东部地区。汉光演习13点开为期5天的演训，模拟空军环台。第一天的重头戏就是演练战机飞去东部地区实施战地保存。空落地后，如可能脱离跑道延迟，跑道头下令紧急起飞。18楼。面对强机一直交代，台东基地是无机强机出现，幻象2000紧急升空应对。汉光37号演习受疫情影响，今年规模减少，不过台北的大地衡山指挥所成为国军战时最高指挥中心。昨日初10下晡内部传出火灾，人员也个被迫疏散，差1点40分钟。厂商是在核资所的管制区外机房进行例行性的装备检修维护，但是因为施工不慎产生了火花，现场督工人员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很快的就完成了状况的处置，人员都正常执行，装备也都安全。
所谓失能的30分钟不是40。我们可以防外面的，但是内部发生状况反而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有一天如果说是刚好在战时状况，大家长官都进驻的状况下来讲，发生火警的话，那要怎么去紧急应变？刑事所有独立发电机、送锁甲饮水供给系统、美军兵推系统等，也能承受2万栋核爆炸、2000栋上轨轰炸核设置、电磁脉冲攻击、甲核生化攻击，因讲是当场铁壁，内部少发生火灾。国防部表示，西瓜包厂商时间无细致地数，不过专家建议高度警戒，莫记元首或是高阶将领多伫刑事所内部出现异状，要如何应用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国光生物科技今仔宣布讲，国光的武汉肺炎疫苗海外临床试验已经甲印尼的大学医学院合作。顶礼拜5，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嘛已经核准，会当开始做2期的临床试验咯。预计要收240个人来参加实验。全球疫情因为变种病毒Delta伫侪个国家咧滚价，造成更较侪变数。印尼最近每一天确诊的人数拢超过1万人。国光生物科技选伫疫情高峰的印尼，加做新冠疫苗伫外国临床试验的地点，而且宣布顶礼拜5已经得到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核准，会进行剂量探索2期临床试验，按算会有240个人参与这个临床试验，投入的经费估计袂超过1亿。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的跟当地的主管机关，还有日尔大学讨论，以及我们正式送件申请那么我们终于在上周5的时候，主管机关也就 BPOM 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核准。因为相信新冠肺炎未来会向流感化来发展，所以国光生技的发言人华辉表示，2期临床试验的目的是要确定剂量，这个结果按算伫明年就会出来。未来会伫无共国家的3期临床试验加入次世代疫苗，和国光疫苗会当提供更较好的保护力。次世代疫苗呢，就是一个更新设计的一个疫苗，对于各种的变种病毒呢，都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力。虽然我们不是最快的，可是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开发出来一个安全性高、保护力强的一个新冠疫苗。华辉表示，次世代疫苗比第1代疫苗有更较好的保护力甲安全性。另外，过去1年嘛，为动物的实验当中，确认国光新冠疫苗注3档的效果是较赢注2档。若是2期临床试验有顺利，会继续来规划更较大规模的3期临床人体试验，而且未争取国际紧急使用授权 EUA， 会完成传统2期甲3期的临床试验，以申请药证为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到9月初10，顶礼拜5为止，台湾做过头一剂莫德纳疫苗的民众是有343万人，也毋过做过第2剂莫德纳的只有34万人哦，差10倍。预计是呼吁讲政府甲全面开放，会当来做2剂无同款的疫苗，才袂互民众等无第2剂疫苗通知，嘛当增加保护力。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9月2号宣布，开放第1类的人员会当 AZ 参咧注莫德纳疫苗，但是医界即马呼吁，因为双北搁再传出疫情，莫德纳又搁还未来，以 AZ 摕到较容易的情形之下，政府应该有较积极的作为，扩大参咧注的对象。还有300多万的等待莫德纳的民众，如果都打完2剂，600万剂事实上是不够，时间上也拖太久，这个会有社区防疫的缺口所以呼吁就是可以好好来研拟这个方向。政府应该开放混打的政策，不管你是 AE 或 BNT 之后，都应该可以混打 BNT 或莫德纳，这个是世界上公认的情形。政府应该要开放。袂少医师认为，应该扩大开放参咧注，会当互头1剂想要注莫德纳的人改注 AZ， 第2剂才搁接莫德纳。若是有效疏解疫苗无够的问题，也会当增加全体疫苗的注射率。但是目前国内上大的问题也是无够疫苗。AZ 混打莫德纳或者是 BNT， 这个目前来讲，世界的潮流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也就是说，它这种混打的话，它的抗体的那个票价会更高。目前困难的地方就是疫苗的够不够的问题。黄高斌也赞成 AZ 参咧注莫德纳，
欧美的国家包括丹麦、芬兰、法国加加拿大，拢已经开放疫苗参列组，而且有效控制疫情。但是台湾伫咧疫苗数量有限之下，想要开放也惊有心无力，出现两难的局面。记者台中报道。咱来看一名40的中国人，昨伫风台来时阵，对厦门过6点钟的像年船来到小金门，也毋过一张花就互海巡人员抓起来。伊讲伊是真欣赏咱台湾的自由民主，才想要偷渡来台湾。这嫌犯会先依照防疫程序来处理。这嘛已经是金门1个月来第4件的偷渡案件咯。纬华氏97.7度。穿防护衫的换巡人员对偷渡上岸的这个查甫人甲量体温，发现讲伊无发烧，随后甲伊铐起来。若是照防疫程序来甲处理，就算讲灿数风台的影响，金门海边是大风大影。不过，这个中国籍姓氏的查甫人也是家己个船坐这个小轮船来遮。伊对厦门出发到小金门，不过这个上岸无偌久，就随互人铐起来。调派这个烈屿地区的应变兵力及 CP 幺洞联两艇实施滩岸的扩大搜索跟海上的扩大搜索。经搜索后无发现不法情事。现时嫌疑犯一个落网了后，换巡人员就来扩大搜查，加再讲伫海面无其他的个样出现。现时的查甫人伊讲，因为伊正介意咱台湾的民主自由，才会开6点钟，家己用个船来遮。换巡人员嘛毋敢带伊，先替伊做 PCR 的检验，发现是阴性的。加送隔离14天了后，会搁我移送法办。对，立即实施佩戴口罩、量测体温并依据通报金门县这个卫生局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来做处置。因为这个现时嫌疑犯伊上我方掠到的过程，意外去互民众看到，还搁甲翕相铺上网，来引起真大的讨论。因为这是金门县伫1个月来第4摆的偷渡案，检方会照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甲送办，并且会追查讲是毋是有不法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桃园的民霸克鲁桥便道伫顶个月25才抢通也毋过因为风台昨下晡又搁发生3届的土石流，便道互土石淹掉了。桃园的道路交通又搁中断，加在民众拢已经有先准备。公路单位是预估，南行的大东段16会当先通车，便道20应该会当抢通了。土石又搁流落来，高雄桃园山区的玉水溪12号下晡，搁再出现3届土石流，马甲通行19公的民霸克路桥便道搁再重歹去，加上南怀大东的部分时间关起来，高雄桃园山区复兴拉夫兰梅山3个里，搁再一届变成孤岛。里面的物资在1个礼拜到10天内应该都没有问题。那现在只是担心的，如果在这几天路还没有开通以前，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复兴里长讲，目前山区3里大约400多人，毋过因为即届风台，大家拢有放物件伫厝内，只是烦恼有医疗的需求。而即届交通断去，嘛有几名老师是无倒转来，毋过学校讲会先请其他的人来支援，袂影响到囡仔读册。只是公路单位暂时转去便道来抢通，本来预计3天到4天的工作日会当抢通，所以因为现场开始落雨，搁再一届撤离所有的人员甲机具。流失的变道我们测量起来大概120米左右。那因为现在已经又开始阴天了啦，如果依照我们的一个抢修的一个进度来看如果没有下雨跟没有土石流的状况，应该在3天至4天可以完成。嘉sen公务团评估，玉水溪的顶游土石流还阁有800万立方以上，尤其即届敢若24点钟内底落20毫米的雨，就断掉土石流，表示要抢通依然受到天气影响真大。毋过市府强调，山区的里民存量还阁有3礼拜以上，若真正阁有特殊的需求，因会阁想办法来协助。记者王刘婷、霍正俊个人报道。这届风台伫台东并无造成伤济灾情，也毋过伫南回地区有14件户外艺术作品，其中有1件美国艺术家伫海边的创作，互风台吹走。县政府表示会阁再邀请艺术家阁来创作。台东县南花艺术季从8月14到11月14，拢总14件户外作品，分布伫南花海线。其中有1件是美国艺术家阿马多伊伫花园海边用在地图、海沙、佮石卵创作的南岛语族的多灯作品，协调的混沌。
伫11月选起，有灿树风台带来的大风影甲枪歹去，即马敢若剩哼哼嘻嘻的石卵啊，伫咧沙埔顶悬。当地居民讲，花园的海边啊较旷阔，风台一个来，大影过掀起来，伫遮无适合来创作。应该是要放在上面才对。看像安尼，你看风台来无去啊，人要来看拢找无。因为台风的关系，有一些还是有受水，所以我们还是没有下去。台东县文化处表示讲，南花艺术季目前敢若有一件歹去，而且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就地取材来做的，符合环保理念，而且伊嘛有签保护条款，还可以邀请艺术家来甲创作。所有的大地艺术季的作品都会有这种状况，尤其是就地集采的，通常都会有。西方国家也有这种经验。文化处强调讲，已经有协调7点单位来做准备，伫10天内要甲恢复作品，互想要对着南花艺术创作的这拍卡的游客，会当好好来找到这个南花海岸完整14件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古城东南西北4个城门是固定古迹，也毋过最近几档煞直接发生车祸。前几天又有货车去弄到北城门，人就逃走。警方发现讲，这个肇事的司机伫车北，车嘛捌卡伫警察局的边仔门这个司机毋但违反着交通的法规，嘛因为甲古迹弄歹会以民事法来处罚。画面当中，一台货车真紧经过环城北路甲兴北路口。向固定古迹恒春古城的北门方向驶过，过无偌久，恒春分局就接到通报，有货车弄到古城北门。警方到现场的时阵，货车已经离开，靠大条路口监视器了后，抓到肇事的单线货运司机。北门虽然可以通行汽车，但有车高2.1公尺限制及警告标示，该车因车身过高自送城门后无法通行，便倒车离开现场。这是单线司机最近第3摆肇事，伊8号送货的时阵，货车嘛捌卡伫恒春分局边仔的门，即摆弄到北门，搭北门弄甲落一涂骹的庄仔角。警方以肇事道义通知伊到案说明，防弄歹的部分嘛会照民事法追究责任。但古迹城门常常防弄，相关单位嘛找来专家定改善的计划。防撞的设备设置在城门的进出从哪里开始要指标，到哪里要减速，这些号志目前是已经规划好，设计也设计好，但是还没有施作。那施作在年底以前。屏东文化处强调，毁损古迹以民事法会当处6个月到5档的有期徒刑，也都会使并科50万到2000万的罚金。提醒用路人经过城门一定要注意车的关度，尊重并小心维护古迹的完整。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来看国内，因为Delta病毒的拖，一寡学校佮幼儿园已经停课。全校总是呼吁国内企业会当互家长支持，需要防疫假毋拿准假，嘛建议政府应该提供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也是提供相关的补助。工作人员伫校园内无用咧消毒，才打开学2礼拜尔，湘北地区就煞咧有学校传出讲有新冠肺炎去确诊着，甚至讲还佫爱做预防性的停课。家长因是哪烦恼疫情，佫爱哪烦恼讲家己是毋是会当来请假。公司行号企业他不懂预防性停课到底可不可以适用防疫照顾假，所以他们在请这个的部分会有一些争议。过去这3-4个月以来，大部分的家长都已经把这个假都请完，只剩下所谓的防疫照顾假。那防疫照顾假，它虽然在法定上是从宽给予，但是它没有给予所谓的薪资。全校总讲，有真侪家长伫3级警戒的时阵，就已经把会当请的假拢甲请完啦。部分单位伊无了解讲预防性的停课，所以就无法度来放假。就算讲会当请假，毋过实际上嘛是无薪水。面对讲这个疫情，都毋知要安怎发展，还佫有真侪少年的因爱去做疫苗这个情况，家长因是安尼头壳摸咧烧。应该政府这边要来提供有薪的一个防护照顾假，那甚至是提供相关的一个补助。12岁到18岁接种疫苗之后，这些青少年的部分，它也是适用防疫照顾假。那如果是适用防疫照顾假，家长可以请，也一并应该提供这样的有薪的一个防疫照顾假。全校总要求各党派的立委甲代表，共同来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的相关单位来规划有薪的防疫照顾假，也是讲提供相关的补助，还佫爱编预算，安尼才会当互民众较安心来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县市敢要合并的新竹市长林志坚早起接受访问哦，伊认为讲合并对都市发展是有正大的帮助。外界质疑讲，若是合并，伊敢会阁参选县市合并了的地方首长咧？林志坚是讲，伊应该爱留落来参选哦。也毋过，到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安尼根本是为家己咧铺排。建议新竹县市合并的新竹市长林志坚13号接受广播节目访问的时阵强调，1982年新竹分组县市了后，无干那是两个城市的治理，即新竹科学区产业发展嘛受到影响，也是合并就当改善这个状况。不过，敢会参选合并了后的地方首长，林志坚讲啊，也是讲伊提这建议都应该爱留落来。这件事如果我不提，也许我的人生会有一点遗憾，所以既然我提了，我就应该要留下来。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是认为讲啊，2026年才是新竹县市合并上好的时间点，并且会当同一时阵来处理全国行政区的问题，并且思考敢要互直辖市还有所有县市同款，拢是利给政府，以免来发生着通调分配款无公平的状况，嘛才袂因人失事。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建议，这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应该透过民意代表也是公道的方式来甲民众对话。林志坚市长宣誓说不会参选，好，尽力推动，但他不会参选，那真的就大家会相信说这是为了新竹县市。透过民意代表，或是透过其他的这个公投的方式，来多跟自己的这个县民呢一起来沟通。那不要落到说某某人有这样提倡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嘛，显示非直辖市合并是欠法源的问题。赖进步嘛表示，去年底已经将行政区的定数法送行政院了。那如果是单纯合并，那不涉及升格的话，那就依据行政区划程序法办理。那目前这个法案已经送请行政院审查。随上2018年，行政都要通过行政区的法草案送立法院审查，不过了第9届立委任期结束，这任期结束了后是无继续来审查这案件，所以内政部伫法案名称是增加定数能力了后，是变做行政区的定数法，定来送行政院通过了后，会阁送到立法院来做审查。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来看台湾分酒公司的分酒推销回馈活动哦，有民众检举讲违法，台北市卫生局调查了后，嘛认定讲违反分害防治法咯，爱罚1500万。分酒公司提起诉愿，嘛拍官司，法院调查是认定讲分其实无拍折咯，嘛无推销的活动，所以最后是判免罚。旅客搭回轮机转来台湾，请在买薰买酒，因为有免税介绍，有较便宜嘛较算会好。毋过，有民众检举讲，台湾薰酒公司透过活动违法宣传，促销甲鼓吹大家买薰。经过台北市卫生局的调查，认定因违反薰害防治法，甲罚1500万。毋过，薰酒公司不服提起诉愿，拍行政诉讼的官司了后，法院判免罚确定。不管是国内旅游或国外旅游，对团客、对领队，他们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折让，这种商业行为啊，我们的折让仅在于自制酒跟进口酒而已，烟品的部分我们丝毫没有折让。分酒公司104年定出免税分酒佣金回归的活动，发文予旅行业公会，旅客只要伫出入境的免税店买薰买酒，导游甲领队就会当抽commission，引起争议。毋过高等行政法院认定讲，活动要点明定讲买薰无拍折。卫生局嘛无法度证明讲导游有推销鼓吹旅客买薰食薰，甚至有甲因拍折等等的行为，所以撤销原本的处分。卫生局爱甲这1500万刑印。它主要是说，在这个市政的部分应该要更具体，好，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尊重法院的一个决定。然后未来就是在查处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更谨慎。台北市卫生局提起再审，顶一日要是去予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专案确定。卫生局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不过未来针对类似的情形，调查会更较详细、更较周知，避免更有事情不足的情形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版的国安法去年7月份实施哦，有不少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才倒来台湾。最近以政治因素专案申请来台湾的香港民众嘛，已经有200人。有一阵伫台湾生活的香港少年人哦，以香港变成青年，伫台湾登记社团立案。因讲因要长期伫台湾消停香港，反抗中国。光复香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时代革命。
香港发生反送中了后，伫台湾生活的香港青年成立香港变成青年，要伫台湾挺香港。即卖因决定要登记立案，以实际行动来替香港发声，集合各地力量来对抗中国。嘛，甲台湾政府话讲，希望会当强化对香港人的政治庇护，加入道救援的法规。也会有考虑到，其实有一些就是香港的抗争者，或者是就是一般的在台港人，可能他是一般的市民，然后他也是受到就是港共政府或者是中国政府的某一种就是人身的安全的威胁。为了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去年5月份，总统蔡英文指示以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提供香港人必要的协助。根据了解，照港澳条例第18条的规定，以政治因素专案申请来台湾的香港居民人数已经超过100个人。因为烦恼去向点邮做记号，考虑到安全，因做代志是拢真保守。香港变成青年认为讲，透过立案，互伫台湾的香港人团结起来，保持甲政府抑个各团体之间的联络甲沟通，希望未来替香港的力头会当更加大。驻台港办的退出，导致到台湾的政府政策不一定来得及应付变化，所以我们未来可以先从港人在台湾常遇见的问题中协助解决。香港办国安法自去年实施以来，香港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大规模拘捕反送中的参与者。香港变成青年会规划一系列抗议的行动，来展现因挺香港对抗中国的目标。记者做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韩顶礼拜六成功试射新型的远程飞弹，射程的距离有1500公里远哦，会当经过日本大部分的所在。也毋过，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并无亲身来视察飞弹的试射。北韩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巡弋飞弹。根据官方媒体朝鲜中央社报道表示，国防科学院伫过去2年一直研发测试，伫9月11、12两天伫北韩领土甲领海顶悬试射巡弋飞弹。因长鱼型甲尾字形的飞行路线，飞弹继续飞7580秒，距离有1500公里，最后成功拍到目标，落入领海。北韩这款新型巡弋飞弹，甲南韩航母3型巡弋飞弹的射程距离差不多侪。伊的范围伫日本大部分地区。朝鲜中央社表示，这飞弹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武器，这是北韩今年以来第4摆武力抢夺试飞。伫这进程，北韩捌伫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了后试射巡弋飞弹。3月25，抑搁第1摆进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底停弹道飞弹试射。长期以来，北韩指责美国甲南韩采取敌对政策，就武器化基地长期咧对立。虽然这一摆飞弹试射符合安理会决议的加强度武力试飞，不过也无排除想要向美国甲南韩表示伊的军事威力。进行加主持国庆73周年阅兵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体态看起来比进前公开露面时阵瘦一寡。不过根据韩联社报道指出，金正恩并无出现伫这摆试穿飞弹试射名单当中，也无来看试射。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911恐怖攻击要20天了，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初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伫6个月内把911事件的机密文件公开。美国联邦调查局伫9月11公布头一波有16页的机密文件，内容是指出讲劫持飞行机的凶手伫美国有人接头，这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领事官员，这是情报人员。也毋过，这份文件并无提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有参与911的证据。911恐怖攻击夺走要3000人的性命，部分罹难者的家属甲美国总统拜登施压，要求甲这机密的文件解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伫11这一天头一批解密16页的机密文件，内容指出，迄当阵威胁民航机的歹徒，伫美国有共同的咧接应，若接应的2个人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领事官员甲情报人员。2 decades after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in this nation's history, that memory is as strong as ever. We remember September 11th as if it were yesterday, and we remember every life lost. 不过，这个文件内底并无提出三国政府参与共谋911恐怖攻击的证据。
事实上，参与恐怖攻击的19个威胁民航机的歹徒内底，有15个人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民。前蓋達組織的首領賓拉登，就是沙國一個有影響力的家族的成員，而且有風聲講，在1990年代，沙國政府有予因金錢的援助，所以從到今，攏一直有質疑沙國官方參與911事件，也有美國政府替盟友暗崁的聲音。وجاء 19 مجاهدا من أسود الإسلام فطعنوا أمريكا في قلبها طعنة لم تذق مثلها وها هي تخرج من أفغانستان منكسرة بعد حرب 20 سنة بفضل الله ومنته。蓋達組織現任的頭人，在911恐怖攻擊20週年的這一天，發布一段影片，要來背回外口咧喊講已經過往的消息。現在沙國政府是持續否認甲911有牽連，而且強調講任何有關沙國是共犯的指控，絕對是錯誤的。公司新聞鄭偉進編譯。來看雲林水內的閒置厝有2張新的飼雞場，因為味真歹哦。最近有傳聞定真講望縣政府會使撤銷飼雞場的執照。農業處是表示講，舊年已經要求先暫停飼雞，也毋過後來法院是判決講，因為飼雞場的行政程序若是完成，無問題的話，得當佮繼續飼雞哦。縣政府嘛強調講，因未來會針對臭味、排水等等的問題來加強管理。了個雲林縣水內鄉閒置厝這2座雞場，因為定傳出臭味，以向鄰近的大戶，真濟村民聯合定情，希望縣府會當撤銷飼雞場貼無場的登記證，希望民眾好的生活品質。就講伊排水的部分無做好，是影響我哋農田灌溉吼，再來，伊講強調是講現代化的雞場，但是講伊定臭味啊，攏飄出來吼，非常的臭。充足的理由，甲充足的規範。相關的規定，該需要撤照的，那就需要去撤照。那如果沒有達到，那我們沒辦法去撤照。縣政府內處表示，縣府辦雞場業者溝通，在去年7月份停用一期，但後續經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飼雞場的設置現定定屬無問題，後來雞場恢復飼雞。針對村民定情臭味和排水等問題，相關單位會來加強稽查。是持續的加強稽查，至今它已經有裁罰了5次哈。分別違反廢清法跟水務法的部分，那雖然它未達列管的標準，但是我們持續的加強一些落實稽查的動作哈，也在現場架設了一些科技的偵測儀器哈。環保局表示，這兩位飼雞場今年已經被裁罰5屆，包括要將廢水排到場外，廢氣未處置無符合規定等等，總共裁罰金額大約5萬塊。至於當地定情民眾就表示，臭味大部分攏是在尾暗還是半暝的時間。希望相關單位會當落實來稽查。記者為您報道。屏東縣的農產品哦，以早要做農業殘留的檢驗，攏愛送去大學是真費氣。最近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要佇屏東潮州的三星社區哦，成立全國頭一個社區型的快速檢驗站，讓農民會當量早摕到報告，量早出貨。農民帶檢驗人員到田裡採樣，佮到快速的檢驗站，看農業敢有殘留的問題。屏東潮州的三星社區成立全國第一個社區型的農業檢驗站，望予在地農民通緊摕到報告，加速提起銷售。這個三星快速檢驗站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地區的農民或者是我們的青農、小農等等的，能可以取得快速的檢驗報告。那這個檢驗站是全國是屬於社區型的檢驗站的第一個的這樣的設置。濟農民學了這個檢驗站實在是真方便，因為攏愛送去科大才通檢驗，打佇社區就會使完成。這個檢驗站其實年初就開始運作，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較少農民知影。因為路程的縮短了之後，加上時間的縮短，那對農民在做檢驗也好，在做要把菜送到市場去的這個檢驗的農藥殘留，相應之下對農民是有幫助的。社區也強調講，三星社區是真成功的示範點，未來會拓展地產地銷的概念，而且會繼續設在地檢驗站，為屏東的中部、南部、北部等所在，讓農民攏通輕鬆的檢驗，為食品安全把關，也讓消費者食了是真安心。記者綜合報道。
最近正受到欢迎的《俗女养生记》这出戏，是伫台南后壁翕的哦。最近就请真侪民众去参观戏内底的场景，有一阵在地少年家嘛想要伫故乡来打造俗女村，所以来推广在地产业甲文化，帮助故乡来发展哦。咱做伙来了解。戏剧《俗女养生记》播出了后真受欢迎，拍片场地台南的后壁嘛，请真侪民众去参观。戏剧当中主角住的厝，生活中有趣的店头啊，拢正做观光景点。所以有一阵少年人就回乡经营一个俗女村，希望好好带动后壁的发展。从淑女的1到淑女2，并没有因为拍续集而这个声势稍降，反而是圈了更多粉。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股这个淑女潮，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一起来到后壁，一起来到清寮。后壁俗女村唔有戏迷来参观，经营团队嘛利用建筑的特色，规划市野的活动，展示下美的文化，了解农民的故事，还有做红菇粿体验活动。基本上来这边就是可以参观我们这个嘉陵的剧情之外，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有休憩活动或者市集。那到我们的建成家具行的时候呢，里面有2个著名的小农，那我们那边有红菇粿的 DIY 体验。然后到义昌米厂的话，可以看我们的碾米的文化。然后那边我们未来也会规划一些搭牛车的活动。俗女村的村长吴玉珍表示，目前已经招10多位青年回来后壁创业，透过少年人的创意，推广后壁的传统产业。嘛，毋茫因为这阵青年带头回乡付出的行为，鼓励搁较侪出国拍拼囡仔，为家己的故乡付出一点仔心力。记者综报道。林家必哦，嘛通看艺术、看展览。台中有一座130档历史的台湾府卢科白，是全国目前唯一一座清朝的考试场。台中市政府投入8000万来整理哦，即摆已经是在地真世界的展览甲观光的新地标咯。咱做伙来看卖。画面上所看到这2间考房，都设在台湾府卢科病头前，会当实际感受到古早人拼光明的气氛。现时全台湾就存在中老清代考病，130年前就起做好势，资本是已经毁坏到剩几支柴条。经过市府文化局的修复，加入现代元素，才互老考病会当重新活起来。光复之后，很多农民进来这里面居住，里面住了好几户的人家。那其中大部分的空间啊，还有它的一些结构啊，都被改过了。那所以我们在文化资产修复、古迹修复是要讲求它的真实性。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原来长得怎样子，我们就不去用臆测的方式来做修复。考白内柴条布局完全接顺，无用电。工法和用料拢真罕见，经过时代变化，即马考病厝顶已经改砍玻璃，增加弹光、采钢条，保护原始的道路。新旧工法，颠倒甲整个大木造的金架和光离走廊，拢总保留落来，实在展现当时代建造水准和考试文化。往下延伸的这个叫做那个穿斗式的就是直接把它穿过去的这个叫穿斗式的屋架系统。那在中间的那个部分呢，它比较两旁柱子是在两旁的，那个叫做抬梁式的。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同时有这2种的也是少见呐。希望在这个场域进来，它其实就是随性的概念，然后它是穿梭在咖啡厅，然后也穿梭在我们展场里面这样。透过这个地方洒进来，然后来这边喝咖啡的气质变不一样。经过修复的台湾府卢科病，佮新规划做展览空间，就想引进出名的咖啡品牌，希望民众会当伫假日时啊，亲近古迹，用不同的生活态度，享受日光高影、新旧之间，行踏在台中旧城区，体验到特殊的人情风土。记者综合报道。苹果新的手机 iPhone 13伫台湾时间15日饭点1点会正式来发表。也毋过，今仔消基会是开记者会批评讲，消费者是开愈来愈侪钱买 iPhone 的手机。也毋过，相关的配件，亲像充电器跟耳机，所传出讲爱另外个买哦。消基会是建议公平会调查，看苹果公司敢有违反商业的规则。YouTube 顶悬找找 iPhone 13，半年前就已经找到相关的概念机，或者是间谍相片。不过，按照往例，苹果新机会伫9月发布，今年也无例外，会伫台湾时间15透早1点正式发表 iPhone 13。新机问世已经咧倒头算。
不过，苹果手机是愈卖愈贵，上悬规价手机传出爱新台币7万块，而且苹果以环保做理由宣布不买附赠有耳机、充电头、充电线这3配件。消基会批评根本就是多重剥削，是一个多重的剥削啊！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叫做选择式的各种的 package？消基会表示支持环保销售方式，不过苹果这2年来制作的电子本数说唔捌主动回收，自相矛盾。我们家里面充电头跟充电线超过40条以上，看过哪个厂家说要主动回收吗？没有，把责任丢给环保署，这不是有负责任的企业经营者的态度。有律师指出，苹果遗毒标准的配备其实是违反民法68条规定，手机甲充电设备都是主播甲中部的关系，民众应依法申告维护自身的权益。那没有充电器，没有智慧型，没有有线耳机，我这是智慧型手机，我买了，等于我一次性使用，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用。律师表示。目前，法国、巴西拢要求苹果卖新的手机要完整附上配件，免减少，呼吁公平会继续调查苹果是不是违反商业规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针对人眼开发出一套全球第1的新型淋巴肿瘤开刀系统哦，会当针对详细的肿瘤位置来做治疗，缩短手术的时间。这项技术已经刊在国际期刊顶头，嘛已经摕到专利了。仍然是国内女性10大癌症排名第1，常常看到的治疗方法是外科切除手术。这几年来，非侵入高龄自照超音波消融术，各照做的海扶刀，提供无法度承受麻醉开刀患者另外一种治疗选择。不过，就算是无刀治疗也有风险，差不多有3到4成患者会因为超音波的治疗，造成皮肤、筋膜、骨头甲脏器受伤。病人是趴着或者是躺着。那它这个碗状的东西呢，就会产生一个超音波海扶刀。那这个海扶刀呢，它就会从上而下打，或从下而上打，它就很容易去烧到呢我后面的这个胸大肌。为解决人癌治疗的限制，国卫院研究团队开发出全球首创手指型高龄自照超音波系统。除了海扶刀原来优点，这套新的系统应照着调整超音波摄入的方向，甲自照的相位，减少胸坎、心肺甲皮肤的受伤几率。而且用无同款自照组合对肿瘤进行体消融，有效减少手术的时间。比如5公分大小肿瘤，治疗时间应减少半点钟。环形呢，四面八方的波呢，从皮肤传递进去，所以单位面积的那个能量，超音波造成的就比较低，所以那个 skin burn 就是所谓的皮肤烧伤几乎也不会发生。研究团队强调，这套新的系统只适用在大颗的肿瘤，无转移或者是拓开的人癌患者。目前一个找找适合的厂商进行技术转移，拿行商品化，高临床试验了后，未来有机会提供人癌患者治疗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劳基法为了要保障女性所以限制女性暗时工作，也毋过大法官宣告讲，这违反宪法。有学者就建议讲，会当透过修法来要求头家女性夜间工作爱提供津贴还是缩写。劳动部是表示最近会来参考专家意见，准备要来修法咯。家乐福伫进前无经过工会同意，就女性伫暗时超过10点还咧做工课，违反劳基法，去互罚13届，罚项嘛有2摆。这2间企业伊拢来申请释宪，大法官嘛已经伫8月20以性别平等法为准，宣告劳基法限制女性伫暗时工作，这是违宪，嘛虽失去效果。不过安尼释宪的结果，引起劳动学者咧甲喷。我们要如何叫一个女性劳工去跟你的雇主说，很抱歉，我是护理师，我不喜欢排大夜班，很抱歉，我是那个卖场人员，10点之后，请你不要排我到12点，你可能有延后那个营业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大法官他们有担心，就是说有些工会会不会拿着这个来当做谈判协商的筹码，然后不同意雇主的夜间工作，让女性劳工夜间工作。其实如果是有这样的担心的话，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担心有一点就是像是拿着大炮去打小鸟了。学者强调讲，
劳基法洪宣告讲是违宪的条文，只是增加工会集体还有企业合商因的暗度。伫实务上顶悬，女性劳工会当家己来决定，是毋是要伫个暗时来加班。学者是主张讲，刷落来修法应该爱强化工会的角色，亲像强制予工会同意权。嘛有学者主张讲，会当直接修法来要求雇主，都爱予因补贴甲即宿舍的保障，安尼才会当无分性别，予劳工伫个暗时来工作。我会比较建议的话，就是说49条第1项啊，将来是不是可以改成落实了？这个安全卫生的措施啊，或者是交通啊，或者是宿舍等等的条件之下，雇主得使劳工于夜间工作。劳动部回应讲，雇主袂当因为实现的结果，按一支德高压倒船，把规个过去这个夜间工作的补贴拢甲取消去，而且伫最近还佫释出相关的指引，要来适应还未修法的过渡期，嘛请专家来敲测意见，演绎修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路边的树仔安怎整哦？其实嘛有学问。台南市政府对4栋自用的推出修整的证照，4栋内嘛培训383个合格树仔修整的人员，就爱有证照才会当动手来帮这个树仔做整理。树木的修整人员，当你努力的修整树基，就惊说厝基的树基会对用路人造成危险。不过近年来，台南加减的看到一寡过度修整，造成民众检举的事件。对此，咱市府4栋前开始推出修整的证照，只要是市府的路树修整的工程，都必须爱有证照才会使来接。请一些专家还有请一些树木养护的专家来跟我们的公务局还有环保局一些工作人员来上课希望说能够借着这个上课能够让他们知道树的一些特性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特性，要如何修剪会比较好，顾虑到美观又顾虑到安全。新接的业者，佫必须爱做授课者。4栋嘛培训383位合格树木的修整人员，未来嘛将会推向民间。不过，当年关注护树的团体是提出无同的看法，认为政府应该看重伫个护树仔良好的环境，而唔是单纯只是讲要安怎修整树木。应该是谈我们要给树什么好的环境，树才不会倒。那修剪只是一个协助它改善一些非物理结构质的修剪是可以。树木它当然就比较能够健康的存在，也不会变成毁树。台南市政府推出的证照，测验的内容包含 SOP 的技术规则、修整的判断、工作操作等面上，细节嘛相当的多。不过，护树团体认为树木的议题应该包含树木科学等面上，嘛盼望中央政府应该召开树木科学的研讨会，制定一个规范标准，让地方政府来遵循，让树木会当伫都市内面健康的生长。记者王正云台报道。屏东有一位真可可爱退休警察咯，伊的身份嘛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嘛获选做全世界前50优秀的生产者哦。伊讲，咱台湾的可可啊有台湾的气味，达到销界予全世界。这个5分地内底有悬悬的椰子树，下骹佫有种真侪发甲真暗的树仔。这挂树仔是可可啊树，是屏东退休的警察苏瑞民10外冬前种的。苏瑞民管理这区园是用天然的方式，利用椰子树甲惊晒日的可可啊树叶落肥料、草草嘛拢尽量无使用化学物。尽量不干涉它的生存的生活空间也尽量不撒药有肥料的话都是尽量用有机肥，甚至于除草的话，我们也是用人工除草的方式。因为苏瑞民的用心，伊种出来可可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比赛。伊伫倒挖可可计划竞赛，53个产地的235种可可豆当中，互人评做2021年最佳的50个生产者。苏瑞民讲，台湾种出来可可豆有属于这块土地的芳气。屏东这个区块所种出来的可可都有特殊的风味，很多国外来参访的我们可可园的，他们所给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台湾的可可它有自然的果酸，有自然的果香。因为气候的关系，我们在地品质都非常好。我们希望说每年我们的台湾可可都可以在国际上发光发亮。苏瑞民表示，台湾有真侪优秀的可可啊农民，这边着奖证明台湾的可可啊是有才调拍入国际的。望农民会当做伙合作，互全世界认捌台湾的可可啊。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